民党总统初选结果终于出炉，高雄市长韩国瑜是以44.8%支持度赢过台面的27.7%，朱立伦是以17.9%排第3名。而这一届的民调规则，政党比例是占85%，因此呢，伫咧韩国瑜、蔡英文、郭文哲三个拢真强的情况之下呢，韩国瑜以47.7%大赢郭文哲加蔡英文。虽然讲过台面同款赢其他的人哦，不过呢，无韩国瑜差遮尔济，总平均嘛输韩国瑜哦。这互韩国瑜伫初选当中也顺利来胜出。知影结果了后呢，韩国瑜伊讲伊完全拢无欢喜的感觉，反倒转来呢是感觉压力真大。韩国瑜当选，韩国瑜当选。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甲党内的人先替这位打出炉的准总统参选人加持。我的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，一丝一毫的喜悦都没有。我感觉到无比沉重的压力。我只希望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之后，得到各路的朋友的帮忙，我们一起来开创台湾美好的未来。韩国瑜表示并无特别欢喜，但是民调结果数字选赢得真水快。韩国瑜以超过44%领先过台面的27.7%，朱立伦的17.9%排名第3，就10位张亚中排名伫咧第4甲第5。就是逆增上缘，越是被批判，我们的心性越坚强，越成长。大家一起来做他的天龙护法。只有我们5位初选参选人相互截长补短，与本党团结一心，才能抵挡民进党的步步进逼。边仔的人拢要来甲伊相挺。韩国瑜毋若伫咧党内有真悬的人气，政党对比也是遥遥领先。韩国瑜以总平均47.7%来赢柯文哲的18%，蔡英文的15.8%。过台面虽然嘛是领先，但领先并无韩国瑜济。伫咧计算方式顶面，政党比例会当来到85%，这嘛是互韩国瑜顺利赢得初选的原因。采取最公开的方式来举行，几乎透明到可以让我们全国的国民都看得到。为着要避免互人讲话，这一次民调计算是全程公开。对结果来看，韩国瑜的支持者手电话的办法起了效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